爸性格樂天知命，從來都唔會怨天尤人，成日同我哋講笑。我哋兄弟姊妹咧都以爸爸為榜樣，學習佢努力工作，對家人無私付出。我哋感謝天父對爸爸嘅厚愛，等佢有機會跟我哋返教會認識基督，同埋喺2008年受洗歸入教會。由2004年開始，爸爸患上腦退化症，記憶力開始衰退。由開始嘅時候唔記得咗將錶擺喺個冰箱入邊，到後嚟都連我哋個名佢都唔記得咗啦。喺呢段期間，媽媽肩負起照顧爸爸嘅重任，不辭勞苦。深怕佢懷喺家中嘅時候會令腦退化嘅情況惡化，帶同佢參加唔同嘅聚會活動，等爸爸多啲動腦筋，直至到媽媽都因為照顧爸爸過於勞累，身體同埋情緒出現問題，先至好唔捨得地將爸爸送去安老院療養。喺安老院初期，我哋同工人姐姐都安排每日都幫爸爸做啲運動啦，等佢可以舒展筋骨啦。但係新冠疫情期間，爸爸唔可以探望。喺解封之後咧，我哋再探爸爸嘅時候咧，已經發覺佢淨係可以瞓喺張床度，唔可以再活動啦。儘管如此，我哋都盡量安排每日探望同拉筋，希望佢嘅身體機能咧可以慢一啲衰退。2025年8月5日，爸爸因為肺炎入院，醫生俾咗抗生素，等佢穩定咗病情之後，就轉咗去馮堯敬醫院療養。喺住院期間，爸爸病情反覆，但係見到護士同爸爸抽談嘅時候，都流出眼淚。我哋都知道爸爸辛苦嘅，我都將一切交俾天父，祈求天父咧賜俾佢平安，等佢舒服一啲。爸爸身體日漸虛弱，直至喺2025年8月14號傍晚，安詳咁離開。安息主話：卸下咗世上嘅勞苦，翻到喺天父嘅懷抱裏面。雖然我哋咧好多唔捨得同埋難過，但係呢個天父俾爸爸嘅恩典，等爸爸可以脫離呢啲遷怒，從此就沒有痛苦，永遠同天父一齊。我哋多謝爸爸一生嘅付出同埋對佢哋嘅愛。我哋深信咧，有一日我哋會同爸爸喺天家會再見到，期待我會再記得起我哋每一個逐一讀出你嘅名字。跟住落嚟咧，佢嘅外孫會同大家去唱一首詩歌，呢首詩歌嘅名叫做《最好的路徑》。你們當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無所缺。默默聽我禱告聲，訴說着心內事意。與佢獻咗滿布，怎完成狹小路徑？你說話時永不止息，恒久忍耐有恩慈，沿途風光。雖不似預期，已預備最好的路徑。但我期待每天清早雪居俯身，
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無盡恩典加冕共每一天，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麗面。你說愛是永不止息，恒久忍耐有恩慈，沿途風光雖不止於停，已預備最好的路徑。每天清早說句父神，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無盡恩典加冕共每一天，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麗面。得啊！橫越高山峽谷，逆流而上，而受難不牽長，為你燃亮成就的重無比，永遠榮耀這至暫至輕負重，算什麼？每天清早說句父神，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無盡恩典加冕共每一天，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麗面。願耶和華我們的上帝與我們同在，像與我們列祖同在一樣，不撇下我們，不丟棄我們。